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4月10日，本月新盤市場依然熾熱，發展商攻勢一浪接一浪，積極加快推售新盤。昨日再有2個新盤同日開價，屬於重推的新世界沙田柏傲莊3，繼大單位展開招標。昨日亦更新50伙1至3房單位的價線，11伙1房戶、25伙2房戶及14伙3房戶。實用面積310至814平方尺，切實售價745.8萬至1768.3萬元，切實尺價介乎19,597至25,806元，切實平均尺價21,344元。另外有嘉華國際、會德豐地產及中國海外合作發展的啟德海灣第2期公佈首張價單，首批涉及225伙，切實均尺約23,888元，切實售價由560萬至2,929.8萬元，切實尺價介乎18,032至38,000元。恒基夥拍希慎及帝國合作發展紅磡首岸 One Victoria Co 第1期及第3期第2及第1座，昨日正式上樓書，分別提供360和288個單位，戶型涵蓋2房和3房。發展商部署下周開價，並將於本月內展開推售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